DSE 自修生臨急抱佛腳嘅第3日，朝早9點鐘出咗去跑步，返到屋企食咗少少嘢之後開始溫 M2， 有啲識做，有啲唔識做，同埋依課計算量幾大，有好多 careless mistake。去到3點幾決定起一陣睇片，然後溫 Bio， 試下回想返啲內容，溫咗花嘅結構同埋全粉受精，溫得有啲攰，所以玩咗一陣 Threads。剪完琴日條片之後，而家開始溫 Physics， 睇個樣唔算太簡單，因為唔可以死袋式入去。屋企好夜先開飯，唯有求其食啲嘢先。食完飯去到10點幾，睇咗一陣 Thread。夜晚繼續溫 M2， 我覺得係 M2 入面偏難嘅 topic， 但係我處理得幾好。臨瞓之前繼續溫 Physics， 啲題目都做得幾好。不過有幾題懷疑個答案出錯咗，所以我撈咗好耐。好啦，唔講咁多，係時候瞓覺啦，拜拜。